但是伊捌真济代志，伊讲闪电是天的锁匙，锁匙打开有雨水，阿妈有把你，但是有一篇真批写予伊，经过几十年嘛拆开，伊讲啥哩不如伤心。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伤心害伊，有路伴你就断了过去，不甘心有滋味好闺蜜。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伤心害伊，生命歹势也失去。真盼望无你真心要痴迷，我甲阿嬷问，阿嬷的情批是写啥物？伊讲一年要爱无勇气，才来用你骗情意。阿嬷有把你，但是伊捌真济代志。伊讲闪电是天的锁匙，锁匙打开有雨水。阿嬷有把你，但是有一篇真批写予伊，经过几十年嘛拆开。伊讲啥哩不如伤心，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伤心害伊，无路伴你就断了过去，不甘心有滋味好闺蜜。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伤心害伊，生命害死也失去意义，真盼望无你真心要痴迷。我甲阿嬷问，阿嬷的情批是写啥物？伊讲一年要爱无勇气，才来用你骗情意。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伤心害伊，无路伴你就断了过去，不甘心有滋味好闺蜜。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伤心害伊，生命害死也失去意义，真盼望你真心要痴迷。我甲阿嬷问，阿嬷的情批是写啥物？伊讲一年要爱无勇气，才来用你骗情意。伊讲一年要